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我係 Betty 啊。上一集咧同大家講解過澳洲租務公司佢哋嘅服務，我哋收到好多查詢啊。佢哋準備買物業，跟住打算放租，但係佢哋有好多疑問喎。咦，有電話喎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喂，昌美澳洲物業。Hello Betty，頭先你介紹租務公司嘅服務都幾齊全嘅喎，咁佢哋啲收費貴唔貴㗎？要視乎你係幫襯安西公司啊，淨係出面嘅 property rental agent 啦。佢哋嘅收費咧，通常係租金嘅6% 至到8% 左右，每個月繳交一次。咁啲租客大約幾耐交一次租㗎？喺澳洲嘅租客咧，通常每個星期或者2個星期就會交一次租金㗎啦。Betty 啊，咁按金同埋上期嘅做法係咪同香港一樣㗎？澳洲嘅按金咧就唔係直接俾業主嘅，佢哋叫做 bond money， 一般咧係租金嘅4個星期，會儲存喺一個叫 RTA 嘅組織 Residential Tenancy Authority。租客喺退租嘅時候咧，租務公司就會喺 bond money 裏邊攞適量嘅金額作為清潔同埋維修物業嘅用途嘅。咁澳洲嘅租約同香港係咪一樣，都係有生約同死約分㗎？澳洲其實冇分生約同埋死約嘅，一般租約最短可以6個月。但係近呢幾年，昆士蘭州 Brisbane 嘅租務非常之暢旺，通常租客都會簽12個月、1年嘅合約，有啲租客甚至主動要求簽2年添。咁我出租嘅時候，使唔使配晒成套嘅家私電器俾個租客㗎？澳洲嘅租樓文化咧，佢哋嘅租樓廣告通常咧都會寫住 unfurnished 嘅。業主係唔需要提供全套家私電器㗎，除非咧你係做 Airbnb 啦。Betty 啊，咁如果第時我有啲咩原因想要收返層樓，咁可唔可以喺租約期內叫個租客早啲搬走㗎？可以嘅，業主咧係需要發送電郵 email 俾租務公司 agent， 通知佢你想收返個單位嘅時間。當然 agent 咧要同租客溝通嘅，業主亦都需要提供一啲補償金俾租客。不過咧，業主需要注意啦，租客其實可以唔應承㗎，佢有權住到租約完結嗰一日嘅。咁調返轉，啲租客可唔可以喺租約期內中途話想要提早搬走㗎？可以嘅，業主咧一定要應承添。租客係需要發電郵俾租務公司 agent 通知大約想搬走嘅日期，不過咧就需要支付違約金啦，需要根據租約剩餘嘅期限進行賠償嘅。1連2集關於澳洲租務公司嘅資訊呢，相信大家都有好清晰嘅了解啦。其實揀選一間負責任、專業嘅租務公司嚟到放租你哋嘅物業呢，真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大家可以揾昌美澳洲物業 Betty 幫你嘅物業放租，一定會令大家稱心滿意嘅。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撳返個鐘仔，當有新影片發布，你會最先收到通知㗎。請大家同時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。